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好多時候，我哋從一啲新聞、一啲嘅報章上邊睇到某一啲聯儲局官員嘅説話，究竟係鷹派定係鴿派，都係非常之重要啦。咁當然，如果係喺聯儲局嘅公開市場委員會入邊係有投票權嘅聯儲局官員所講嘅説話，梗係值得關注同埋較為重要啦。咁相反地啦，唔係喺聯儲局嘅 FOMC 入邊有投票權嘅聯儲局官員所講嘅説話咧，咁可能就冇咁重要啦。咁但係話分兩頭，有時一啲前聯儲局重要嘅官員所講嘅説話咧，其實都係有其代表性或者係非常之重要嘅噃。我哋講緊嘅就係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尋晚喺彭博電台錄製一個訪問時候咧，就對前美國證監會主席咧就講過一番重要嘅説話。格林斯潘就話咧，佢睇唔到美國能夠保持依家嗰個利率水平去到更長嘅時間，佢哋咧就必須開始行動。當佢哋開始行動嘅時候咧，加息嗰個速度咧可能會令到我哋驚訝嘅。格林斯潘啦，亦都係再重申啦，美國經濟其實係朝住一段時間嘅滯脹而行，因為單位勞動成本開始上升，而貨幣供應增長啦，亦都開始加速嘅。雖然格林斯潘已經唔係喺聯儲局入邊有呢一個嘅投票權，咁但係作為前主席啦，咁佢嘅説話應該都係有代表性，甚至乎有佢自己個人嗰個嘅眼光喺度。因此，投資者會覺得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呢一個嘅鷹派加息言論啦，可能真係對聯儲局嚟緊有加息動作啦，係有一個嘅參考性嘅。因此，金價短期間應該會受壓，好有機會咧喺$1330呢一個水平失守嘅。金價短期間嘅範圍會喺$1324至到$1357呢一個範圍走動嘅，咁可以喺較高嘅位置$1357做翻淡啦，睇淡金價一線。好啦，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再會。